1995年2月13，9名台湾游客坐访美国大劫国，坐小飞机欣赏壮丽风景，飞机伞不幸载落。小飞机从大峡谷机场起飞后不久，坠毁在一片松林中，并且起火燃烧。机长在坠机前片刻曾向塔台报告，引擎出了状况。这件意外造成7个人死亡，2个人重伤的惨剧。当时美国大劫国已经发生几啊件小飞机坠落事故，在15年之间，至少12件重大空难，罹难乘客超过90个人。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，但是没有影响到民众出国过年的兴趣。在中正机场，出国人数高达35000多人。1999年2月13，当时中正机场出国的人潮创下20天来单日出境人数新冠纪录。行政院长萧万长在交通部长林丰正的陪同下，中午到机场巡视，对于各航空公司配合增加班次、顺利疏运旅客感到满意，并和民众亲切问好。